la
唱谁的心？
换嘛，然后有便宜有贵的都有。当然2、3天也有，3、4天也有，就是拍的效果不一样，看你这个景。对。一般这些都是索尼啊，都是索尼的，它那个聚焦，焦对，它是还有它那个，它追焦一些，对，跟方面追模糊那种，它可以拍8K 的，8K 是最新期的现在，一般拍4K 就可以了。在那个天黑的地方，那个夜视节，即将别在阿坝州那个地方看不到那个30°偏5的地方，它那个照出来就像白天一样。晚上拍效果非常好，灯光的，对。这就是老师吧，担保师的。这个不是，那个中间那个是。哦，那个是。他跳的也可以是。男的和那个是那前面这个领头的是跳的好，这个跳还是很热是吧？和他们全在流汗那个。男的嘛，这个跳。叫丈夫的广场舞，应该叫什么？叫锅庄舞？我不知道，锅庄舞，他们网上叫锅庄舞，就是挤圆圈那种。他一般都叫，好像这个舞蹈好像是成都那边前几天网上特别火的。在成都啊，对，成都抖音上经常看的。国外的也很喜欢那个，我看了就这样拍这个，一个这个地方，一个那个地方，还有个春熙路，那个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跳，春熙路上啊，因为我就住在春熙路旁边的，然后没看他们跳过，但是我看抖音上很春熙路拍的多。那是春熙路跳的话，那应该人山人海的那是年轻人，因为平常的话，那边春熙路的步行街那边很多的。他那都是拍抖音，他专门拍抖音搞流量。也有可能是他是拍抖音搞流量3.5我这个是直接把1个小时那种直接自己看那种，然后直接放到网上，就是自己保持在网上嘛，自己随时看。这是全部都是他的，对，这是个人的，对，他那个是拍抖音赚钱的，他们拍了一个人，平均的拍1个人。可能像国外那些可能就对西藏的那个藏族就比较很感兴趣，但是成都嘛，这个地方它就是上次这地方太多了，到晚上我那个住在那地方正常啊。我以前就住在洗面桥那边，洗面桥的也是多。以前90几年的时候，这边晚上全是这个货车那些，全是拉货的，全补满。这货车停在这儿。对，以前整个几个街全部是这种货车，应该有上百台那个。后面就不让补停了嘛。但那个时候比较乱像我们同学在这个爱情宾馆就是俄罗斯对吧？他们自己店铺里面有那个都被抢走了，直接把那个刀你在保安的那个脖子上对吧？开门直接就开走了。以前乱，现在好多了。现在你们看那都是警车。主要314的时候，西藏的问题嘛，后面就是314嘛，那一样全到处警察，现在都好多年了，应该14、10几年了。
到现在一直这面警察都没有，就没有。他罗马路上还有到处卖皮子，还悄悄的卖。是有卖枪的嘛都有，但是那个也买枪卖炸药的。以前那个直接有活佛嘛，在欧洲呢回来是很有名的那个国家那个，后面被直接当年直接暗杀了，就在那边还有直接当年就暗杀了。像那个这么多这些养鸡比赛，你找的也是。现在好，应该好一些啊！现在政府管的严的比这个，现在不管。其实你政策这么宽呢，对他们这么好啊！他在成都这一边的人啊，基本上都是有钱的。对，都是对买房子了的啊，他都是有条件的。他们在那个成都后花园那边买的也多啊，金牛宾馆那边那下面买房子好多啊，都是有钱才能这样，有钱的都有钱。反正西藏那些退休啊，都在成都来住，成都买房子。像以前我们卖东西在喜莲桥那边，都是有钱人。他们那个90几年、93、94年，那个时候衣服都是1.6、1.7、1万多，那种他们都买的比我买的。对，他们一般来讲价。比如说你买直接喊1万，他也可以，要不9500啊、2000，基本都不会讲，他直接稍微缓一下他就直接买了。啊，对，他稍微降一点。他买的桌子是昨天我在那看到，要1000块钱，800块钱就买了，800块钱，但他们有些还是像我有个当兵的嘛，退伍了，然后分到那个又分到昌都那个。他有些就是为了扶持那个乡村那些帮忙跑事儿那种，骑着摩托车有时间骑个地方就骑了4、5个小时那种，村子里面那些条件。然后他们有些地方，他们那个地方不挣钱，钱全部是他们那个干部那些地方，全现金。对，他们都太阳出来就晒那个台了，再晒一下。他根本就没办法挣钱，那个太远了。他现在也不存，也不用买东西，好多都是现金。但是其实还是很有钱的，啊，有。那没钱的还是没钱。对，还是。像新疆、西藏都喜欢跳舞啊，他也不存在那个像什么不好意思一些啊，因为作为日常那种。你到新疆去过没有？去过。新疆的维族是吧？他那是跳的2个人，他围了一个女的，男的他俩跳，他们3码事儿。这个是一转圈的，他是转圈的跳的。他这个一个曲子是一套舞，他都是各自。这些音乐应该他们有些自己录的那种。他自己下，这个网上都下录不到网上。没有。我们在网上，像我查网上，它会自动给你匹配，就是说你这个音乐有没有版权，这个查到网上都没有，都搜不到那个。但是春熙路那边跳的，他放的是那种汉族人唱歌的音乐。他那个有些但是他那个音乐是自己加的那个，他自己在那个画面和那个同步那种，他是自己加的那种藏族音乐。他是藏族节奏，但是他汉语唱的。他踩点那些，他这是都是藏语。反正一搜的话，你现在他名字叫锅庄舞，就是那个烧锅那个开水那个锅，庄就是庄稼不庄那个锅庄舞，一搜锅庄舞就是成都锅庄舞，其实就是藏族广场舞。他说还有2种，西藏有3种舞嘛，
这种好像是最简单的。还有云南、贵州啊、四川啊、宁夏的都在跳那个啊。节奏快的话就比较慢，你脚要熟，你跟着摆搞不来。人家跟我讲让我学，你先鼠标动，让那脚跟学得上，先练脚，脚练了之后再慢慢走。练了几天，我一看，哎，就是，你手啊上个下你就搞不上慢了。先练下面脚。小女孩开始，这个就是他我那个玩在一起玩的，跟那个他是4年级。那天和这个狗狗耍了好久。太小了，这娃太小，9岁，他才刚学。哦，不是那个，那另外那天是那个9岁，是那个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太小了，他不大小。这个应该只有4、5岁，5、6岁，5、6岁，一个5岁就。男的跳的也对，这个戴眼镜的，看格子的衣服那个男的，年轻的，啊，这个最前面的这个，啊，这男的年轻的，他都会跳，就是还都会跳。你在这个地方看了好久，我就住在这最前面，我才看了1个礼拜吧。哦，原来因为有疫情，我不敢去的。哦。
门找那前面那2个女的吗？待会儿去啊？你说没事，你专门找她，人家上那个视频，她跳得好，有那个专辑专门给的她。哦，她跳得好，她这样，她前年都在带，前面的这2个女的，对，还有那个男的，前面的4、5个都跳得好。一看就看得出来，中间啊，他一戴的一个戴帽子那个跳得好，跳得还好啊，戴帽子。好像他们，我昨天看他们结束的时候，还和别人合影那些，不知道有没有很有名吗？啊，他们跳到9点多钟睡过，对，9点多他就走了，他就走了。这个人家都是鼓掌嘛，欢迎。昨天不是有手机嘛？啊。像我们这个视频的话，要传网上车要传好多小时，因为清晰度太高了。这个黑色的小朋友，买到点子了。像那种天生就长就不可能。他不像我们看中的小，他有的长得胖的，对，他就长得苗条，只有新疆的胖。反正我觉得新疆的维族都是30、40岁就体格好大那种有的一些他身材的有，然后打个毛巾，把那个头包。像你说话一般，说普通话感觉就不像是正啊。你一般还说四川话吗？我普通话，我四川话我在四川待的少。哦，我在这没待多长时间。哦，我不是四川人，不是四川本地。哦。都是批发市场的，都是批发到处所有这拍个电池一直不停的话，也就度过一个小时左右。特别是拍那个8K 的话，它那个应该只有30-40分钟。它看分辨率嘛，分辨率越高的话，拍的时间越短。这是一个电池。电池在这边，这下面。反正这个应该是目前所有相机里面排第1的，也就是买了之后，经过3-4年也就不过时。以前我买了几个索尼的相机，加那个焦距是吧？对，镜头单独算嘛，镜头单独算了，镜头，这个上那个稳定器，它有些长焦的那种很长的东西上不了，稳定器型号不一样，那个专业的，这个就轻便，然后选那种，你长焦的话呢，一般都是拍旅游的时候用的。买了好多个索尼的相机，翻了，手觉得不满意，后面直接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。
像这种，应该你在其他地方应该藏区都有这种啊，云南呐、什么甘肃的都有。我还没去过，我还没跑过。像你应该到处都去过，我就到武汉、新疆去过，啊，上海去了。以前那个西面桥那边有个装饰城嘛，以前那个就到了那个西湖口的地方啊，这样啊，那边面积太小了。啊，太小，那是白天到交易国的。哦，对对对，社区楼。对对对。还有一个汉族男的没来，跳得好，他今天没来，他来他都领着第一。哦他今年马上就退休了，环境艺术。哦，他跳的他是汉族，在棋盘赛都是藏族。今天没来。一般跳舞的话，跳得好的话，一般身体都挺好。啊，他带着身体，他原来胖子不他说他跳素了。哎，我看他们谁在跳之后，谁在擦汗。一出汗，他回家洗个澡，睡觉也好。哦，对，他肯定还他是们全身都在运动。哦。还没有1个小时，12分钟。10来分钟。这个车已经没电了，电池没电了。53分钟。好乖嘛，我出过来看。时间几点钟？
不要不要，他不吃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自己版本。说相声也跟我自己来，相声也跟我自己来，学到我嘛装嘛装吧不露天样，这里俺做比较老上，学到我嘛装嘛装吧不露天样，这里俺做比较老上，我做比较老上。扎西的里不上走，阿妈把这个扛走，老啥扎西的里。罗萨扎西的嘞，罗萨扎西的嘞，岗位主席这东，基本能系列东，罗萨扎西的嘞，这一个都个不，你就个的自己版本。相声也跟我自己来，相声也跟我自己来，学到我嘛装嘛装吧不露天样，这里俺做比较老上，学到我嘛装嘛装吧不露天样，这里俺做比较老上，我做比较老上。扎西的里不撒走，阿拉把这个扛走，罗萨扎西的里。扎西的嘞，能拿起波，能那个为北京罗山，扎西的嘞帮上走，阿妈帮着更靠走，罗萨扎西的嘞，罗萨扎西的嘞，罗萨扎西的嘞。好。欢迎使用广电音频剪辑软件。他照相，我摄像，他照相。外面照看人多得多，里面太那个了。不是太吵了，它是人社区照的人少一些啊，对，少一些，对。咱高一点，我这个是广角啊，广角、超广角，超广角。他小朋友最好，小朋友他会学，他看那个字，他跟着他，对，他会变啊，还会一点。他家里面家长也这样啊，他把口罩应该取掉，完对口罩，都在拍我叫他跟他口罩在一起。不用没事，反正就是随便，结果又不是跟他把你所有都骗。他
是一个数码相机的，是数码相机。它是老，它那个是单反，这个现在这种叫无反相机，单反是几年前的，后面都是无反。它那个片子照片它的声音很大，现在都是那种CMOS那种芯片儿，直接。它是很像那个手机那种，像有影音层的像小米全新的那种，它的芯片越大，它的造价就越高。它那个可以自动追焦它的眼睛，或者你有眼睛它自动会追。可能追几十个都可以，价格便宜呢，就只追到1-2个。它为了现在是新的那种，它会直接识别飞机啊、车子啊、人啊的，它会自动识别。它专门有 AI 芯片，它说你刚刚推出来的世界第一款，它这种鸟儿啊、飞机啊、火车啊、飞机那些都可以它识别出来的。它就人走路就是啥的识别出来，不带人，它就跟着人，它就走路就是分辨那种。没办法，中国差不多就基本上是这的，那么中国只有80回，大疆把80收去了，那个80回像是照相的，摄像的不行，它主要主打摄像，它主打照相，然后90回，一支后电镜头就5万4，现在5万多。镜头要2万5，然后你配件的话就11、12万多。这个好像啥都贵，它现在啥的其实它都很贵。大家带前面带的车。这个机型呢，主要是摄影的用，他们拍体育运动啊、跑水的记者用。以前那个世界杯就卖火得很，因为它性能太强了。镜头也贵，镜头有11、12万的那个都还是顶级了。好重啊，那个东西你一般专业人员。一般都是制片厂啊、电视台啊，那么镜头一般配普通就可以了啊。把它转圈，它给它转过来，跟你自己不动它一样，每个人都拍了，他自己能说。索尼相机销量排第1了，前几年不行，就它又推出那个，它有个产品就推出来之后，特别它对焦，基本上不会出现有些摄像它照相那种贴了全模糊的，没有说那是看不清楚嘛，它就不存在。它现在全球拍的销量排第1了，所以像买佳能、买迪卡的都买都不能说。佳能也不行了，都不行，就它的像它的芯片那些，
它那个前面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呢，都是索尼提供的啊，都是但像你手机拍照的都是镜头都是索尼上，都是索尼的。你办法把控制的可以整出来的，它垄断的索尼。国产的以前相当于哈苏也是大家买的，但是它生产也还是在瑞典那些。那你只是把它股份买到别人这边买不了，但是品牌那个还是认是指瑞典的，价格点摆了的。我这几年买那个东西不得贬值，就9几年基本是原价。特别是上海封城那段时间，涨几倍。有些东西，比如说有些那个专门的啥子电视台用那种，4、5万炒到8、9万、10多万，都没得货。去年3、4月份这个时候，对，就是封城的时候，所有的电子产品全部翻倍，翻2、3倍，特别是相机有镜头那些。它这个索尼在上海有厂子吗？上海有总共12年。对，它有摄像机，它造厂的也有。那个收物流也没办法呀，没有人那个，那你拿钱买不到东西啊。说不止中国，是全球供应链全部中断，因为你货送到港口可能等几个月都没动，船那些等到的也没得货了呀，主要是全部都中断了。这几年买电池、买相机、镜头一些是好，你耍了之后基本还赚钱嘛。现在要基本上不赚钱，保本儿卖。你投资其他的肯定还没有搞那个好处。三星的摄像头也是用的，三星它自己手机用的那个，它那个分量还是很小。像苹果用的也是，而且9点多就完了，好像差不多了，还有10分钟就完了。像其他的都是这种舞蹈，现在其他的那些广场舞跟你断了不要生气，就那个动作很散嘛，那个你是完全没得力量。也放的歌就是给你红色歌曲啊，或者反正就是老歌嘛那种，但是这些完全锻炼不了身体。我今天上午到那个红牌楼那边也跳舞的也多了，但他和那个舞蹈不一样，他不能健身，广场舞啊，在那原地的对，它是一个位置，它没那个地方位置还挺大，广场舞。那个是中国移动那个门口嘛，那个地方，那个广场面积大，几个对，好几个，上面的下面都是。他那种舞蹈跳起看了都没点兴趣，自己你跳也没锻炼不了身体。对。那穿那么厚不热呀？新疆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有穿羽绒服的，有穿短袖的。在新疆3月份，现在有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雪啊，现在雪多了，还有零下或者几度左右。现在还
对。这个地方白天25.5度啊，晚上有点他们衣服还穿多厚。它的温差不大。那别桥边里面了嘞。在过高的，你上场的是没有那些性，基本也不会。他们绳子肯定挺贵的，对，后面抓的那些，但是那个正儿八经的当庄那种很贵，挺贵的那个。一升3万1.6万啊！穿的是最好的，但我不懂，像那种叫他那种它是叫，它料是好的，包的都是5万。我根本也分辨不出来，他们懂行的，对，他的衣服比我们价格很多。那他们一般的是特殊场合都是穿这个，穿这种绑着扎的。他的毛，没了，今天就回去再剪辑。哎，对，基本上不用剪，直接全部，因为它分了2段嘛，就剪在一起就对了。应该有90多分钟。你过来天津了，现在回家？对啊，我骑自行车。骑多远？没多远，2公里。我明天骑车都到天津了。步行街嘛，那边随时人都少，以前人都少得不得了，以前疫情的时候。现在都热了。现在正常，现在人山人海。这很近。我从这，就从我前面直走到那个。从这直走。就一条线直走，要不你走那条路，就前面那个江西街一条直线到那个，到了盐市口的一个市中心了。反正就1-2公里，走路也就是30-40分钟，半个小时到了。所以你们这个要懂行，要会行。好，行了。